来昨咱才报道过，台北市有托育中心的老师集体来虐待婴仔，结果今仔日佫有囡仔互告甲出问题。这是囡仔的阿姑伫个面册破文章，讲甲9个月大的囡仔送去树林的公托中心，竟然互其他的小朋友咬甲规身躯拢是伤，包括这个喙皮、鼻仔，甚至参骹拢有伤痕。第一时间甲中心来反映，竟然甲回讲是囡仔咧发喙齿才会乱咬，家长才生气报案提出告诉。 囡仔面顶面有红红的伤痕，佮破皮、青空，鼻仔嘛肿起来。这9个月大的查甫婴仔，腹肚嘛有受伤，骹嘛有伤痕。家长想袂到讲送去公托中心，会互囡仔规身躯拢是伤。囡仔阿姑伫网络顶面写讲，9个月大的囡仔和1岁2个月的查某囡仔，安尼双方为着要抢佚佗物咬着伤，抑过托育人员伫第一时间讲这是口育期，无遂处理。没办法接受，对不对？因为口欲期应该也不能让小朋友这样乱咬吧。 囡仔阿哥真生气，你讲囡仔9个月大尔，被人霸凌，互人欺负，老师拢无出来阻止，干会晓钱，会晓推卸责任，即摆甲抱时会踹一个，由于出事到即摆毋捌才行下过。分开的动作，那中心真的深感抱歉，真的深感抱歉。对人员这些不当的行为呢，我们也进行惩处，并且要求全面的教育训练。 社局一个问，发现讲这是2个囡仔互动所造成的，毋是调监要甲霸凌，抑过托育人员无随阻止就毋对。一个无细致，嘛互家长对公托的系统心内留一个歹印象。